政府近年積極研究點樣改善公共交通，其中一份運輸策略文件就提到，今年中會試行一種新嘅紅 van 服務模式，類似而家流行嘅泥鯭的，即係乘客可以用手機預約上落車地點，系統會整合多個客嘅目的地，規劃一條順路嘅行車路線，再派線俾司機接客。消息指，呢個試驗計劃好大機會會喺荃灣往返佐敦嘅紅 van 線推行，由於服務屬於個人化，車費預料會比而家固定路線嘅15蚊車費高少少。據了解，政府智慧交通基金早前已經批出400幾萬，資助業界開發一套按需求派單嘅系統，項目為期1年半，目標係幫紅 van 營運商試行彈性服務。試驗初期會安排幾架車參與，冇固定上落點，主要喺荃灣至佐敦一帶接客。有消息人士話，如果呢種預約制紅 van 反應好，揾到食，相信可以吸引新人入行。但佢強調計劃暫時只係測試，要睇清楚實際需求同運作情況，再決定會唔會長期推行。業界對呢個新嘗試幾有期望。有小巴團體代表話，其實而家部分紅 van 都有電話預約服務，尤其方便一啲偏遠屋村居民。但成個行業始終面對供過於求嘅問題，如果有網約平台整合客源，或者可以吸引多啲人搭，同時善用一啲閒置咗嘅小巴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就認為，新服務收費高過普通路線係合理，但最好唔好貴多過1成。佢建議可以揀通宵時段試行，因為夜晚交通選擇少，需求可能更大，同時亦要教識司機點用相關平台接單。